過嚟中山睇樓嘅朋友，我相信你未睇過呢個樓盤，你絕對唔知道邊個小區嘅健身房會所最靚嘅。今日我就帶大家睇下中山裝修呢個健身房，係標準嘅一個健身房。關鍵依家仲要單價1萬出頭就可以攞低，走睇樓。中意玩健身嘅朋友睇咗呢個健身會所一定會好中意，仲可以一邊健身一邊睇住呢個水景園林，真係冇得彈。小區仲配有恆溫泳池，泳池仲配有室內同室外嘅泳池，任君選擇。好多朋友中意健身或者游水愛好嘅朋友，落樓下就可以滿足你嘅需求。成個小區嘅綠化環境都係非常之靚嘅，酒店式嘅管理以及酒店式嘅大堂入門口，依家只要單價1萬出頭嘅價格就可以買低呢套樓。香港人以及華僑同胞，只要符合資格嘅都可以1.5成嘅首付，例如100萬嘅總價，只需要付15萬嘅首付，可以分30年月供。最高可以貸款到75歲，依家買樓嘅房貸利率亦都係非常之友好，利息只需要年化率3.0%，個小區都好平整，綠化都好多，簡直係喺屋企就可以行公園嘅感覺。全屋精裝交付，亦都可以選擇毛坯交付，自己裝修。呢個戶型係橫廳一個設計，係4房2衛嘅一個戶型。視頻現在拍攝嘅係交付標準，爐頭、抽油煙機全部都配齊俾你。選擇買精裝嘅朋友，基本上入住後買個窗簾、買個梳化就可以入住。戶型係140幾平方，相當於係1400多尺。呢個小區離大型商場 Coco City 亦都係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。呢個屋宅最大嘅賣點就係小區會所、健身房以及恆溫游泳池。關鍵嘅佢仲要係喺中山市區，單價只需要1萬出頭。感興趣嘅朋友快啲過嚟睇睇。